怎么了？就这1分钟，你非整这么复杂了干嘛呀？1分钟怎么了？只要用心，1分钟也可以是很美好的。我告诉你，在细节上，我从来没有输给过任何一个男人。灰太狼，根据你提供的情况，我可以初步判定，你得了突发性狂躁症。怎么可能呢？我性格这么温柔，你确定吗？基本上，我可以非常确定。那可怎么办呀？刘小姐，你别担心，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心理疾病，最主要是因为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压力，找不到正常的缓解渠道。我想问你，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是会造成你压力的？我想想。干煸豆角，脂肪干辣椒，不要放花椒，绝对不要放味精，醋适量，凉拌咸菜，咸菜要焯水，但不要超过半分钟。最后拌的时候不要加芝麻、番茄、冬瓜汤，香要少放，海米要多放，香菜一定不要放，番茄要炒出香味儿来，再往里加冬瓜。我说这些你都明白了吗？你就说这韩国人，又高又帅又有钱又有知识，又有6块腹肌，还懂打麻将，懂医学懂历史懂法律懂赚钱，还懂得女人。最可气的是呀，还是一处男，为女主角守身如玉400年呢。我怎么总觉得你这腿分的不够开呢？我上星期买了2个量角器，我拿过来咱们量一下，好吧？作为一个局外人，我不方便批评你的前男友，但是这种自私自利、有着极强表现欲的男人，很有可能就是造成你压力的来源。你可以让我知道你平常都是怎么抒压的吗？比方说，有些人是运动，有些人是听音乐，你呢？我想想。有的，都有做，那症状应该会缓解才对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接个电话。没关系。感觉好多了，谢谢你，孟医生。不客气啊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吧，我回去研究研究，咱们再约时间。好啊，好啊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怎么听完你的故事之后，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
我怎么也觉得好像在哪儿认识过这种人？你呢，思思？对啊，对啊，好像还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呢。哎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，可英姐？哎，你们干嘛都这样看着我？怪不得，简直太像了。开什么玩笑？哎，我有像她男朋友那么吹毛求疵吗？话说刘小姐，你能不能拿个遮挡物，稍微把你的上衣给盖一下？我的眼睛对这种艳俗的色系比较敏感，我在这难受好半天了。谢谢，我们都能理解你，刘小姐。可是你们不是都已经分手了吗？照你那么一说，他这人只是比较烦人而已，不至于那么大动干戈。你只要彻底让他在你的世界里消失就 OK 了。我做不到。啊，你果然用情很深啊。不，他是我们部门经理。田总，哎，小凡来了，坐。我这个人是最大度的，从来不记仇，这点你知道的啊。这个 case 呢，之所以交给你来做，绝对不是要挽回你我之间的关系，而是单纯的从工作角度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个 case 你来负责是最合适的。当然了，这不马上就到年终了吗？你的年终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 case 做的好与坏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哟。谢谢姐。不用谢，晚上有时间吧，来趟我家，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客户的需求，你看好吗？不是很单纯的吗？就是很单纯啊，聊工作而已嘛，你想多了。不用了。那也好，下去忙吧。别说我没给过你机会啊！以上呢就是我对本产品的广告策划方案，请大家指正，谢谢。田总，您觉得呢？很不错呀，很好很好。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我觉得在细节上啊，就是细节，再稍微微调一点就好。您说。那好，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两句吧，好吧？你像他们这个产品吧。我说的这么简单，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啊？以上呢就是我针对田总的意见，对广告策划案做出的修改，希望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。田总，您觉得呢？小凡啊，你确定领会我上次开会的意思了吗？全是按您说的改的呀。那我怎么觉得还改的不如上一次呢？啊，你没听懂，你要告诉我呀！一遍不行，我可以再告诉你2遍嘛。看来今天我有必要再给大家把上一次开会的内容复述一遍。好，那我现在开始说。首先，在这个产品，